这个月初9的下晡4点屏东县雾台乡的大武部落原住民保留地发现一只台湾乌熊掉伫山底条。屏东科技大学野生动物收容中心甲族人做伙去抢救，经过脚底手术这只乌熊目前状况正稳定。详细细空喙，互陷阱业伤的头前骹已经有整起来的状况。这只无细字踏着陷阱的台湾乌熊，9号下晡出现伫屏东雾台大武部落边仔的原住民保留地。部落巡守队马上通报林保署，展开救援行动。先确定它不会跑掉的情况下，我们就马上去分组，把整个山头再去巡一遍，看看母熊是不是在附近。因为如果有母熊在附近的话，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受困的乌熊因为体型较小，族人一开始怀疑是细只的乌熊。救援的过程拢咧警戒，经过屏科大野生动物收容中心详细检查，确认是亚生体的母熊，体重大约20公斤，徛起来高度大约1米。只前骹因为受困陷阱已经断去，11号动手术，目前状况稳定。观察后续的状况了后，才决定是毋是要野放。如果在山上发现黑熊，我们现在就是误捕黑熊，那即刻通报的话是可以免责的。那这部分呢，我们也要再去呼吁，就是族人或许也有按照惯习来申请狩猎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来使用我们的改良式猎具。屏东雾台大武部落伫今年12月发生枪杀乌熊，各用机车载画面，引起社会关心。屏东检方去年起诉涉案的9个人，部落嘛伫咧去年透过林保署辅导成立乌熊巡守队，希望会当伫咧传统文化和动物保护有一个平衡点。记者李俊台、陈坤，屏东报道。